是连接欧亚两大洲的桥头堡，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。它不仅守卫着欧洲的东大门，而且还是封锁以及制约俄罗斯军事扩张的重要砝码。所以美国不想失去土耳其，俄罗斯也想利用土耳其阻止北约东扩。在土耳其不满的时候，这两个国家只是时时敲打一下土耳其，并不想与土耳其彻底撕破脸。由于美土关系恶化，西方鄙视土耳其，俄罗斯又不能在经济方面给予支持，土耳其在国际上陷入了孤立，急需要结交新的盟友。这个时候土耳其就看到了我国和他一样共同面临来自西方的威胁，需要抱团取暖，就开始寻求跟我国的合作，找我们中国为他撑腰。所以现在就强力声援我国，一方面是出于外交的需要，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获得更多的中国投资，让其快速摆脱对美元市场的依赖。由于美国对土耳其经济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击，目前土耳其货币已经缩水了40%之多。一向以强硬民族主义立场著称的埃尔多安，这个时候撑不住了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我们国家也投桃报李，向土耳其伸出了援助之手，直接援助了他们63亿美元。土耳其不仅迅速与我国走近，还站在了我国立场，支持我们的盟友巴基斯坦，反对我们的宿敌印度。今年9月份土耳其表示要帮助巴基斯坦收回克什米尔争议地区的领土，并派遣民兵帮助巴基斯坦打击印军。土耳其还建立了反印度活动中心，向情报机构提供了巨额资金，招募传教士，挑动了印度国内反对派搞分裂。这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在今年75届联合国大会上公开批评了印度，取消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，使得该地区矛盾进一步激化。而印度也毫不留情，立刻警告土耳其不要将手伸得过长，还说这个埃尔多安总统竞选有舞弊行为。这个土耳其全国人口8000万，2019年经济总量约在9800亿美元，是世界的第13大经济体，也是 G20 成员国之一。土耳其是仅次于美国的北约成员国，其武装部队在北约位列第2，军事力量排名世界第9，三军总人数64万。在中东地区能够和其抗衡的只有伊朗和以色列。总统埃尔多安一直想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荣光。这个土耳其曾经想加入欧盟，但一直受到欧盟的反对，如今已彻底放弃了这个想法。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，土耳其近年来的发展十分强劲，成为中东地区的最大强国。目前我国已成为土耳其第17大出口市场和第2大进口来源地，双方在贸易、工程承包和相互投资方面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。但土耳其目前和谁都不是朋友，他的眼里只有利益，这种利益又是建立在利用价值基础之上的。所以说尽管我们愿意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，但中土两国的深化合作还有待时间的考验。